創世記第5章，亞當的後代。這是亞當後代的家譜。當上帝造人的日子，他照着自己的樣式造人，他造男造女。在他們被造的日子，上帝賜福給他們，稱他們為人。亞當活到130歲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形象樣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給他起名賽特。亞當生賽特之後，又活了80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亞當共活了930年，就死了。賽特活到105歲，生了以拿士。賽特生以拿士之後，又活了807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賽特共活了912年，就死了。以拿士活到90歲，生了該南。以拿士生該南之後，又活了815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以拿士共活了905年，就死了。該南活到70歲，生了馬勒列。該南生馬勒列之後，又活了84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該南共活了910年，就死了。馬勒列活到65歲，生了雅列。馬勒列生雅列之後，又活了83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馬勒列共活了895年，就死了。雅列活到162歲，生了以諾。雅列生以諾之後，又活了80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雅列共活了962年，就死了。以諾活到65歲，生了馬土撒拉。以諾生馬土撒拉之後，與上帝同行30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以諾共活了365年。以諾與上帝同行，上帝把他接去，他就不在了。馬土撒拉活到187歲，生了拉麥。馬土撒拉生拉麥之後，又活了782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馬土撒拉共活了965年，就死了。拉麥活到182歲，生了一個兒子，給他起名叫拿亞，說：在耶和華所詛咒的地上，這個兒子必使我們從工作和手中勞苦得到安慰。拉麥生拿亞之後，又活了595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拉麥共活了777年，就死了。拿亞活到500歲，就生閃、含和雅弗。